妈的，真晦气！吃什么吃？那是爹给我的，别打！哭什么哭？赔钱货，大清早嚎丧呢！给我闭嘴！再哭把你扔出去喂狼！边去！老大，你疯了！我还没疯够！操死我了！老大，你干什么？他可是你亲弟弟呀！亲弟弟，我闺女发烧，他心疼都没心疼，还他妈想着老二相亲的事儿。刚才我闺女招他惹他了，他抢了窝头还想踹我闺女，我不踹死他算轻的。一个女娃子，早晚是别人家的媳妇儿，那是泼出去的水，这可是你亲弟弟！你现在给我跪下，给你弟弟道歉！你们两个也给我跪下，跪到三儿消气儿为止！我要是不呢？那我就没你这个儿子！好啊！妈的，敢打老子，老子捅死你！小家的，小心刀！给脸不要是吧？以后再敢跟我动刀子，我就把你这爪子剁下来喂狗！你个傻欠刀的，把你亲弟弟打成这样，我挠死你个白眼狼！真羡慕你啊！一会儿就要去县里相亲了，要是娶到县里媳妇儿，那前途杠杠的。嗨，等成了之后，我给你也介绍个。行啊，那就先谢谢海哥了。哎，对了，礼物带够了吗？肯定啊，我妈在老大那儿拿了不少米面，做了不少白面馒头，还在老大那儿要了40块钱，到时候再在县里买点礼物。真下血本啊！你家老大没意见？那个冤大头，让他趴着都不敢跪着，他能有啥意见？行了，我到家了，回见。杀人了！儿子杀亲娘了！老天爷呀，你打雷劈死这个逆子吧！怎么回事？老二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大哥疯了，他要杀了我和山林！大哥，妈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老三想踹我闺女，还想抢我家的面和钱，你说他该不该打？这个废物怎么忽然发疯了？以前我们拿他的东西，他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什么你家的他家的，那都是咱家的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互相帮衬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因为这个打人，不怕遭天谴吗？帮衬，从来只有我帮衬你们，你们什么时候帮衬过我？以前为了给你们挣点钱，我大冬天进山，差点死在山里。现在为了给你凑这点破面，林秀昨天晚上去地里挖土豆，人都掉地窖里去了。你再看看，你们穿的是什么，他们穿的是什么？别说穿的，我家连双保暖的被子都没有。等我娶到县里媳妇儿，你缺的这些自然会给你。上一世我帮你娶到媳妇儿，你家把我家踩到了泥里，这一世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老二，他还要抢走你的钱，不让你去县里相亲，他是要毁了咱们家呀！大哥，妈说的是真的，那些钱是我相亲用的钱，咱们家变好可都指着我呢。咱家指着你？那个任你们欺负的赵老大已经死了，我今天是来分家的，我以后和你们没半点关系，钱也都是我自己的。那钱你别想动，这个家也别想分，我可是厂里的仓库保管员，你还敢动我不成？赵山河，你疯了！我要去公社告你，我要让人抓你吃枪子！行啊，正好我跟主任聊聊你在学校搞大女知青肚子，还带人家去黑诊所打胎的事儿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再顺道去派出所报个案，告你个流氓罪。你猜，吃枪子的是谁？你那仓库白杆员的身份还保得住吗？流氓罪，这可是死罪，真要挨枪子的。这件事连妈都不知道，他怎么知道？哥，亲哥，我错了，求你别去，别去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你看在妈的面子上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老二，你求他干什么？他是不是要打你？这个挨千刀的，咱们去供销社告他。妈，回头我再跟你说，就都听大哥的吧。从今天起，咱们两清。要是以后谁敢再来骚扰秀儿和妞妞，我就送他去见阎王。秀儿，带上妞妞，咱们回家。哎，老二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一个当官的还治不了他？我看他就是欠揍。等妹妹回来再说。
他有文化，老大也最听他的。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。今晚咱们不喝稀的，蒸干粮、烙饼，这白面敞开了吃。白面。爹，这是雪吗？雪也能吃吗？它是香的。我以前真他妈不是人，妞妞长这么大，竟然从来没吃过白面，都给了那些吸血鬼。妞妞，这不是雪，是白面，是以前只有二叔和奶奶能吃的好东西。以后这就是咱家的饭，你天天吃，顿顿吃，吃到你不想吃为止。真甜，爹真厉害，把二叔的白面抢来了。秀儿，和面别省着，和一大盆。哎，咱们有粮了，今天就别折腾了吧。有粮不行，咱们这是乔迁宴，光啃干粮那叫要饭呢。既然分了家，要好好过日子。今晚这顿饭必须有肉，把火烧旺点，把水烧开，等我回来，锅里的水正好下肉。好耶！疼死我了！别叫了，叫魂呢。妈，屋里怎么这么冷？饭呢？我想喝口热粥都没有，饿死了。喝，就知道喝。那半缸子面都让你大哥那土匪抢走了，咱家这几天耗子都没得吃。这炕怎么不热呢？老大以前是这么弄的呀？咋回事？这屋里怎么跟猪圈似的？三哥在那儿吼啥呢？大哥呢？他不仅打折了你三哥的手，还要把你二哥送进去吃枪子儿，家里的粮食和被褥都被他抢走了。就大哥那个窝囊废，借他2个胆子，他敢动手吗？还有二哥，你好歹也在厂里能被他吓唬住，他懂个屁的法！妈说的是真的，大哥就和撞邪了一样。反了他了，离开这个家，他知道怎么活吗？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趟西屋骂醒他，只要他把粮食送回来，乖乖给咱们做饭、砍柴、挑水，送我双新鞋，给我列一头袍子，再给三哥磕头认错，我就原谅他这次不懂事儿，不然我一辈子不理他。你小心点儿。放心，我带着邻居一起去，让大家评理。娘，爹咋还不回来？这馒头真香，要是爹在就好了，爹也能吃。媳妇儿，接货。袍子还是2只。爹，是大肉肉。小的腿被打坏了，皮子卖不上价，咱自己留着吃。今晚切它5斤后座肉，配上白面馒头，给妞妞炖个烂糊的。大的皮子没坏，明早我去供销社换钱，给妞妞买糖吃，给你扯块花布做新衣裳。这什么味儿？也太香了吧！这是过年杀猪才能闻到的油香啊！哟，这不是咱家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学生吗？咋的？不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，跑我这狗窝闻味儿来了？赵山河，你个没良心的，家里连口热水都喝不上，你背着全家藏了这么些肉，大家评评理！我妈在家里啃咸菜，赵山河呢？打了落布交到家里，自己躲在这吃肉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吗？小玉说的是真的不？你一个长子，竟然自己偷摸吃好的，让老娘挨饿！赵老大，你这就不厚道了吧？我已经和他们分家了，我是我，他们是他们。这肉也不是我藏的，是我刚刚猎的，还冒着热乎气儿。分家？这也太过了吧！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聊聊？赵大，听我一句劝，血浓于水，你们是一家人，别因为点小事伤了和气。我记得你也是长子，你也有闺女，让你每个月干最多的活，把好的都给你弟弟妹妹，每天还只能和你媳妇儿闺女吃剩饭盖破被，你乐意吗？假如你有2张狐狸皮，换了团毛线，要给你闺女做袜子，你妈非逼着你把袜子拆了给你妹妹做围巾，让你闺女把脚冻烂，你乐意吗？你要是乐意，我现在就把你闺女的袜子脱下来，让她体验体验。
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一团毛线值几个钱？我在台上朗诵得了奖，那不是给咱家争光了吗？他一个小孩子动一下怎么了？以后再做不就行了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小肚鸡肠？你要脸是吧？对啊，我将来要当城里人的，我不像你们。赵山河，你敢打我？当着这么多邻居的面打我！我是要考大学的，我是老赵家的金凤凰，妈都没动过我一根手指，你个泥腿子敢打我？怎么，觉得委屈？觉得我不该打你？你穿着我老婆滴血织的围巾嫌扎人，我闺女穿破袜子你嫌她浪费，你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，吃饱了穿暖了，反过头来嫌我一身汗味是干粗活的命。那是你自己没本事，你要是能考上大学，你也不用干粗活。闭嘴！那年爸刚死，我在县一中考全校第3，是清华北大的苗子。老师追到家里要我读高中，如果当年我不撕那张录取通知书，如果不去靠麻袋养活你们这帮白眼狼，现在穿新衣读大学嫌弃别人手粗的人是你还是我？当时老师去找赵老大的时候，我就在边上看着。是啊，赵老大当年可惜了。这赵小玉在学校怎么没学做人呢？上学就看不起我们这些做粗活的了。他一边嫌弃咱们，一边还叫咱们评理。以后东西给狗窝铺垫子也不给你。以前我忍是当大哥的替爹还债，现在我看透了，这10几年的血汗，就算是为了狗，我也连本带利还清了。现在带着你的脸面滚！赵山河，你敢打我？你等着，我要告诉妈，我让二哥整死你！哎呀，小玉，咋了？这是路上摔着了？是不是那个混账东西打你了？就是他，就是赵山河。妈，二哥，他正躲在那个破屋里吃独食呢。吃啥独食？那破屋子里除了耗子还有啥？难不成他在啃咱家的棒子面？肉是肉，满屋子的肉味儿，有汪汪的红烧肉，还有大肋排。那个林秀和妞妞吃的满嘴流油，连那个混蛋都在啃大骨头。我想让他端回来给妈补补身子，给三哥养伤，结果他不但不给，还给了我一巴掌，说咱们是吸血鬼，说咱们不配吃。他还说红围脖是他的钱买的，我不配戴。最后还拿刀把我逼出来了。肉，我要吃肉。他哪来的钱买肉？是他打猎打来的，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打到了大牲口。我看那墙角还堆着2张带血的皮子，新鲜着呢，少说也能卖几10块钱。完了！这个杀千刀的畜生，有了肉不给娘吃，给那2个赔钱货吃，我不活了啊！我当初就该把别嚎了，在屎盆子里。他手里有皮还是新鲜的。我亲眼看见的，那肉也是野味儿，香的要命。好啊，怪不得敢分家，原来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有本事进山弄钱了。明天是大吉，那狍子皮和吃剩下的大牲口，他肯定舍不得吃，得去换钱换粮食。二哥，咱们去大吉堵他，把东西抢回来。抢？你嫌命长？老三都被打伤了，咱俩去就是送。咱们是文明人，不跟那粗人打架。明天正好是马麻子带队管市场，他是我初中同学，上周我还帮他写过材料，他欠我人情。我去跟马麻子打个招呼，让他好好检查检查。只要大哥东西被扣，人被抓，到时候别说肉，就连皮子也得给咱们送来。他还得跪着求咱们收下，求咱们捞他出来。还是老二脑子活。行，就这么办，让他知道他离了这个家什么都不是。我要看他跪着把肉端回来。嚯，好东西啊！这是傻狍子吧？这毛色真顺，是张冬皮，做个褥子肯定暖和。哇，这皮子真好看。行家呀，这皮子剥得漂亮，整张皮就脖子底下一个刀口，一点没伤到毛。
这是筒子皮的手法，现在会这手艺的人可不多了。老板好眼力，昨晚刚下的山，新鲜着呢。里面的肉呢？好，这肉剔得干净，没碎骨头渣子。兄弟，我是县国营饭店的厨师长，我叫刘长春。你这东西我包圆了，你看个价。果然和上一世一样，把这尊大佛等来了。赵山峰如果想搞我，肯定会使手段。今天我就看看你敢不敢跟我耍花样。国营饭店的大厨，这么厉害！包圆，那得多少钱啊？刘师傅痛快，肉我给您剔得干干净净，大概40斤。这东西现在比猪肉难弄，算您1块2，不要票。这张皮是正经的东皮，毛色水光溜滑，都没动刀，我也不多要，您给10块。这样，您凑个整，给60，东西全拿走。一个劳力在生产店干1年，也才110块吧？一个2级工1个月的工资才30多啊！行，60就60，都让开！市场管理处检查。哟，挺热闹啊！有人举报说这儿有人贩卖病死肉。小子，这东西是你的吧？跟我们走一趟。果然来了。这位同志，你说我这是病死肉，你长眼睛是出气儿的？嘿，行啊，敢顶嘴，给我扣了，连人带货全拖走。你吓唬谁？我是公事公办。你查可以，但这背篓里的东西是我拿命换来的。谁想不明不白的把它抢走，就别怪我不讲规矩。刘师傅，您是国营饭店的大厨，是咱们县玩刀勺的行家。刚才您都要掏钱了，现在马队长非说这是烂肉，那岂不是说您刘大厨有眼无珠？或者说您打算买这病死肉回去毒害县领导？放屁！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这肉切面干爽，血色鲜红，是刚宰杀的鲜活肉。老子干了20年采购，要是好肉赖肉分不清，早滚回家抱孩子了。还是说，你真觉得我要谋害书记？不，刘师傅您消消气儿，我是接到举报。马队长，举报我的人是不是戴个眼镜，长得挺斯文，叫赵山峰？你怎么知道？赵山峰，那不是这小伙子的亲弟弟吗？呸！这也太缺德了，亲兄弟还要断人财路，这哪是执法，分明是公报私仇，真不是东西。我没有，我就是接到举报，想着来看看调查调查。既然他肉没问题，我肯定不能动他呀。回去告诉赵山峰，想搞我，让他自己来。兄弟，行啊，够硬也够滑，一共65，不用找了，多的就算我请你喝酒压惊。以后有好东西，哪怕是半夜，你直接敲门，我照单全收。一码归一码，该多少就是多少。刘师傅这个朋友，我交了。成，讲究。拿2双袜子，线袜在底下，2毛1双，自个儿看。不要线袜，我要那大红色的加厚新轮袜。那是1块2的，还得要工业券。大兄弟是给闺女买啊，这红色的好，这红色的正。您摸摸，金轮的，结实。再来2斤大白兔奶糖。啥2斤？那可是3块钱1斤。称吧，孩子馋。这年轻人真有钱。大兄弟慢走啊，下次再来，我给你留最好的。娘，爹咋还没回来？是不是二叔又不让爹走了？别瞎说。秀儿、妞妞，看爹给你们带啥回来了？当家的
这得多少钱啊？你把肉全卖了？卖了，都卖了。大白兔是奶糖，吃，爹整整买了2斤，以后咱家糖罐子常满。这是最好的蛤蜊油，别省着，早晚都抹，把你这手养回来。敷上，儿子还在后头。来，闺女，伸脚。爹，这袜子软和，不扎脚，比姑姑的红围巾还要软。那当然，爹给你买的必须是最好的。当家的想啥呢？这房子不行，虽然买了窗户纸，但治标不治本。要是来场暴雪，这破屋顶非得塌了不可。可是修房子得买建材，还得请人，咱手里这点钱。钱的事你不用操心，这山里既然有傻狍子，就还有别的。你先把窗户糊上，把新衣裳做出来。我明早要进一趟深山。深山？那多危险啊！咱们这儿有30块钱，省着点够过年了。不够，我要的可不仅仅是过个年，我要在大雪封山之前，给你们娘俩换个结结实实的砖瓦房。嗨呀，山峰，你那废物大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这昨天在大集凶得跟要杀人一样。行，麻烦你了。你刚才说国营饭店大厨买他的肉，那得卖多少钱？60。60！这个杀千刀的，有这么多钱不来向我老娘？二哥妈，我今天去打听，那个废物早上进山了。这还等啥？家里就剩那俩赔钱货，咱赶紧把钱要回来呀！行啊，正好我跟主任聊聊，你在学校搞大女知青肚子，还带人家去黑诊所打胎的事儿。妈，我是文明人，不擅长这个啊。行，那就等老三从卫生电所回来，我俩去要。没搞到大的，真他妈背。这下麻烦了。想吃老子，崩了你的牙！这群畜生没跑远，不能露出破绽。既然想吃老子的肉，就拿你的皮来抵债。一整张狼皮怎么也能换个30块，再加上这狐狸，这一趟虽然凶险，也没白玩命。这可是好东西，皮子能卖不少钱。这要是一开始碰上，房子都有了。哎，算了，那些狼没准还跟着。还是缺条狗啊，还得是能镇住山的恶犬。林场看门的老孙头手里一条青狼串子，那狗邪乎得很，得想招买来，到时候山里的东西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娘香，娘也吃。爹说了，娘也要吃饱。娘不饿，刚才娘偷偷吃过了，肚子饱饱的。妞妞快吃，吃饱了身子暖和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当家的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开门，林秀，别装死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别怕，娘在。谁？这么晚了，山河不在家，有事明天再说。明天？老子等不到明天。我二哥说了，赵山河那王八蛋在大集上卖了60块钱，赶紧把钱拿出来给我治手，不然老子今天就把这破房子点了。娘，老三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个丧门星还有脸问？你男人把我儿子的手打断了，这笔账不用算吗？
老三的手废了，以后干不了重活，下半辈子谁养我？赶紧拿那60块来！二哥说了，这叫伤残赔偿金，再加上那个王八蛋在大集上让二哥丢了脸，那叫精神损失款，1分都不能少。没有，1分钱没有，钱是山河拿命换来的，是为了盖房子过冬用的。老三的手是他自找的，活该！妈的，给脸不要是吧？娘，坏人不许打我娘！我要告诉爹，让爹打死你们！你爹，小崽子，你爹现在估计都在狼肚子里变成屎了。黑哈子沟那种地方，他进得去出不来。以后这个家，老子说的算。钱就揣在怀里是吧？我死也不会给你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妈，摁住他！死丫头片子，劲儿还挺大。老三，把他衣服扒了，我看他往哪儿藏，正好让他冻死拉倒。大哥，你咋回来了？大哥，我错了，动我老婆，动我闺女，你也配做人？想死是吧？老子成全你！老大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这是要打死他呀？他是你亲弟弟，你疯了吗？滚！这只手也不干净。死吧！当家的，不要啊！山河，别杀人！求求你别杀人！为了这畜生长命不值当！你要是进去了，我和妞妞怎么活啊？爹，妞妞怕。老大，我是你娘啊！娘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娘。我6岁开始上山捡柴，8岁下地挣工分。老二读书的钱是我去扛大包挣的，老三闯祸的钱是我进山打猎凑的。为了这个家，我赵山河把自己当牲口使唤了30年。我不求你们念我的好，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我前脚进山拿命换钱，你们后脚就上门欺负。抢钱，大人咒我死！妈，你的心是拿石头做的。从今以后，咱们2家恩断义绝。你老了，哪怕要饭要到我家门口，我也不会再给你一口水喝。现在，带着你这个废人儿子滚！山河，秀儿、妞妞，你们没啥事吧？刚才老三那畜生有没有伤着你们？我们没事儿，倒是你，身上咋这么多血？快让我看看，是不是被狼咬了？慌啥？你也太小看你男人了。就山里那几头畜生，还能伤到我？这都是那些狼崽子的血，剥皮的时候蹭上的，看着吓人。其实我连油皮都没破。真的？骗你干啥？我要真受伤了，还能站在这儿说笑？妞妞，别怕，是爹啊，爹回来了。别流血，爹疼不疼？爹不疼，这都是坏蛋的血。刚才坏叔叔吓到妞妞了吧？爹已经教训他了，把他屁股打开花，以后再也不敢来了。姐姐抱。别动！还说我呢，你自己这伤才叫事儿。忍着点儿，这草药止血最灵，还不留疤。以后遇到这事儿别硬扛，钱没了老子再去挣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让我和妞妞咋办？光把门修好没用，我以后是要常进山的，一走就是2、3天。家里就剩秀儿和妞妞，万一那帮红了眼的畜生趁我不在再来阴的，娘俩连个报信的都没有。我得寻摸一条看家的狗，再去找老孙头。堵住，把门堵死，别让他跑了！哎呀，我的妈，我的手！拿开水，拿开水，烫死这畜生！大兄弟，快闪开，那是疯狗！给老子趴下！刘师傅，你们这么多人，还让条狗欺负了？哎呦，是大兄弟你啊！这哪是正经狗，这是前2天一个老猎户送来的，从小按猎狗训练，结果这畜生野性太重，根本驯不服。前些天进山，他不但不帮着咬猎物，反倒回头给了那老猎户一口。那老猎户气疯了，5块钱卖给我当肉狗。
谁知道到了我这儿也不安生，饿了3天了还这么凶。刚才本来想杀了吃肉，结果差点把我也给咬了。你帮我按住，我这就剁了。刘师傅，刀下留狗。兄弟，这是疯狗，留着就是祸害。刚才他还差点咬了你呢。我看他顺眼，要我说，就是他以前的主人本事不到家，压不住他。这张皮子换他狗命。兄弟，你这不是亏大了吗？这皮子能换好几十斤猪肉呢。千金难买心头好，这狗跟我有缘，你要是不嫌弃，这就成交。成。兄弟，你是个讲究人，喜欢就赶紧弄走，我都怕了这畜生了。不服，不服也给老子憋着，到了我家我再慢慢训。站那儿！狼骚味儿，狐狸味儿，山里讨生活的。孙大爷，我是靠山屯的赵山河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赵老四家的老大，找我啥事儿？刚才路过县城，捡了个没人要的玩意儿。您是这一片最硬的行家，请您给长长眼，看看这东西废没废。嗯，都这样了，心气儿还没散，骨头硬，还没长开，让你压着还能发力，这是狼妖。哪儿弄的？国营饭店后厨，他咬了人，厨子要杀他吃肉，我看着顺眼，用狐狸皮换的。那厨子是个瞎子，但你小子这双招子倒是随了老辈跑山的人，没瞎，这是赶山黑的底子。虽然串了点土狗血，但这股狠劲儿随了根，是条好狗。不过这狗受过大罪，也见过红，心里憋着火，也就现在还小。等它大2岁，你要是压不住它，它第一个咬死的就是你。我要的就是它凶，不凶怎么守家？至于等它大了，您觉得我压不住它？有点意思。赵老四是个软蛋，当年跟我进山，听到黑瞎子叫唤都能尿裤子，最后只能滚回去种地。没想到他倒是生了个带棒的种。既然你懂狗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山神爷座下的兵。他叫青龙，上周刚咬死一条闯进来的孤狼。家里有个守门的黑龙，山里再多个开路的青龙，这长白山我能横着走。口气不小，他性子毒，除了我谁靠近咬谁。我养了他3年，身上都被他咬了3个洞。这是我欠赵老四的，你要是有种，就把锁开了牵走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他要是发了狂，我那杆土枪可来不及救你，死了也是白死。给老子躺下！服不服？好畜生，牙口真硬！好小子，有胆气！刚才那一招未手，换成你爹死都不敢伸出去。行了，把他牵走，他现在服了你了，谁也拦不住。听说了吗？赵家那老大被狐狸精迷了心窍，连亲妈都打。就赵山河那个软弹性子，就是窝里横，出了门还得是个怂包。要我看，离了赵家，赵山河活都活不下去。哎，快看，谁回来了？那是赵山河。妈呀，他牵着的是狼吗？我的老天爷，他把山神爷的兵给借来了。我家狗平时挺凶的，这都吓尿了。秀儿，山河，这是啥呀？别怕，这是咱家的门神。青龙、黑龙，过来。这是女主人，认清楚了，在这个家除了我她最大，谁敢动她，就给我咬死谁。坐下，给我坐下。吃。老子让你们吃，你们才能吃。老子的命令就是圣旨，给我记住了。黑龙，听着，你现在进山就是累赘，这段日子给我守住屋子，除了女主人和妞妞，谁进门咬谁。要是家里丢了一根针，或者妞妞少了一根头发，我回来就扒了你的皮炖肉，听懂没？好狗。今儿个咱爷儿俩进山收账。狼的脚印儿
狐狸的骚味儿，黄鼠狼的碎步，货不少啊。走吧，青龙。不对劲儿，马豹子的脚印儿又碰上了。青龙追！妈的，成精了！青龙别动！这一张皮子顶10头猪，青龙，咱爷俩发财了！医生，我女儿一直发烧，吃药也不退，您给看看。这孩子以前身体就不好吧？这是感染了，想治得打针，吃药还得多整点营养品，不便宜啊。医生多少钱都治。想整好，怎么都得50块钱。我没那么多钱。那就再吃点药，停停吧。能不能先给他打1针？我男人叫赵山河，他有钱的。别急，这钱我先帮你垫上，回头让你男人还我就行。谢谢您。赵山河，赵山河在家没？山河不在家，找他啥事儿？这狗咋这么凶？王会计，这狗除了山河谁都管不住，有事您就站那说吧。赵山河前年借了30斤棒子面，还有这几年的提列款，今年要是再拖，我也保不住他了。为了大队的账目平衡，明年的反西凉指标，我只能先紧着信用好的人家。等他回来，你跟他说说。有事跟我说就好。山河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既然分家了，就得有个过日子的样，别整天想着占集体便宜，咱得有点觉悟，不能老当大队的尾巴，让全村人跟着你丢脸，你说是不？王会计说的对，觉悟得有，账也得清，不能因为我一家拖了集体的后腿。我欠10块7毛2，找我2毛8。山河，这钱哪来的？我丑话说牵头，咱大队是先进集体，你要是干了什么投机倒把、偷鸡摸狗的事儿，这钱大队可不能收。放心，进山打猎换的，靠山吃山，凭力气吃饭，不给大队抹黑。这赵老大好像不太一样了，咋硬气这么多？这是进山了，你小子性子倒是急，咋样？吃瘪了吧？等等，马豹子，孙大爷，您这鼻子比狗都灵，我今天是特地来感谢你的，要不是你，我女儿就没钱打针了。我特地来跟你说一声，我把东西卖了就还你钱。钱的事儿不急，我先看看东西。没刀口，对着眼睛就是一枪，这成色绝了！你小子这双手是祖师爷赏饭吃，天生就是吃这碗带血饭的。这东西你打算去县里卖？家里急着用钱，还欠了您50。卖收购站是糟践东西。收购站最多给你120，你信得过我就放我这儿。我有路子卖给南边的贩子，没枪眼的特等筒子，他们抢着要，我给你按250收，多归我，少算我眼瞎。大爷，这拿着。我看你是个把式，不想让你吃亏，我也能赚点酒钱，不白忙活。成，大爷，今天我给您露一手，保准拨出一张漂亮筒子，给您长长脸。啥事儿？李科长，我要5000块红砖，水泥10袋，石灰500斤。另外，我也没车拉，能不能劳烦厂里拖拉机送一趟？运费我照付。没车。有车吗？有，老弟痛快，我让老公开铁牛给你送去。嚯，这是谁家要盖房？这砖是红砖啊，这得多少钱？那是水泥，乖乖，这是要起大瓦房啊！看方向，是赵老大家，不可能吧？赵老大哪来的钱盖砖房？走走走，去看看。秀儿，出来卸车。山河，这真的？真的，我说过要让你和妞妞住上全村最暖和的屋子，今天就动土，说到做到。那真是他家的？那还有假？山河，你这钱哪来的？
该不会……叔，这钱是用命换的。昨儿个进深山，运气好也不好，碰上了个马豹子，那畜生凶得很，差点把我开了膛。好在最后我赢了他，一张完整的特等皮换了这车砖，这钱干干净净，一点歪路没走。马豹子，那可是林子里的山鬼啊！你居然能打得过他？能拿下马豹子，这山河是真有本事，也是个狠人啊！各位老少爷们儿，今天把大家叫来也没别的事儿，明儿我家盖房、挖地基、脱坯、砌墙，缺人手，愿意来帮忙的，一天1块钱，管3顿饭，顿顿有大肥肉，管饱管够。山河，我来，我有的是力气。我也来，我这泥刀用的熟，能帮上忙。算我一个，正好没事干。娘，哎呦娘啊！给我找个大夫吧，哪怕去公社卫生院打个止疼针也行啊！我真受不了了。找啥大夫？大夫不要钱啊？伤筋动骨100天，养着就行了。那止疼针是金水做的，扎一针好几块呢。天上的赵山河，他怎么不死在山里？娘，我真忍不了了，我感觉我这腿要断了。二哥，你救救我！你有钱，你兜里攒着准备彩礼的钱，你先借我5块，不2块，我当牛做马还你。老三，不是二哥不帮你，你也知道，过几天我就相亲了，那是隔壁村支书家的千金，这彩礼钱、置办行头的钱都是有数的，这钱要是动了，我这面子就撑不住，我婚事要是黄了，咱老赵家将来指望谁？你就不能先拿出来一点吗？就2块。你拿啥还？你现在腿断了，躺在炕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，以后能不能站起来都两说。你个白眼狼！以前赵山河在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对我，现在赵山河走了，你们想着我死是不是？嚎什么丧？你二哥说的对，好钢得用在刀刃上。家里就这点底子，不给你二哥娶媳妇儿，全填你这个无底洞，咱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。你们不给我治是吧？那我去告他。小玉，你去公社，去派出所，你告诉公安说老大要杀人，把亲弟弟腿打断了，让公安抓他，把他抓进篱笆子。只要公安来了，他就得赔钱，还得管我治病，不然我让他把牢底坐穿。我看谁敢去！你给我老实待着。老三，你脑子里装的是屎吗？你以为派出所你家开的？你那天去找赵山河是入室抢劫。赵山河是正当防卫，你去报官，自投罗网。我不怕，只要能抓他，坐牢我也认了。你认了有啥用？过几天是我相亲的大日子，人家姑娘是体面人，家里招来公安，知道我有抢劫犯弟弟，姑娘还能跟我吗？为了你这条腿，毁我前程，毁咱家机会，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老二说的对，老三啊，你就忍忍吧。等你二哥娶进门，有支书亲戚撑腰，咱再收拾那个不孝子也不迟。都别傻站着，一人1碗杂粮粥，每人2勺肉菜，把肚子有水补足。待会儿没力气干活，别怪我骂娘。真他娘的香啊！这哪是帮工，吃的比过年都硬。这路也太烂了。美兰啊，咱农村都这样，忍忍就到了。我说山峰啊，你不是说你家为了娶媳妇儿刚起了红砖大瓦房吗？在哪儿呢？咱美兰可是金枝玉叶，要是房子不体面，这脚我也懒得歇了。赵山峰，那是你家？哎呀妈呀，这么大的排场，3间大瓦房，还是红砖的。山峰啊，你小子藏得深啊，
这房子起码得1800块吧？如果不认，美兰怕是转身就走；如果认了，大哥忙着呢，应该看不见这边。只要先把美兰稳住，等亲事成了，生米煮成熟饭。是啊，为了娶美兰，我把家底都掏出来了，只要美兰满意就值。哎呦，这孩子真有心。那咱们去看看新房格局。行啊。哎呦，师傅们都辛苦了啊，都停停手，咱们主家来看新房了。这砖真红，这院子真亮堂。那谁，刘大爷，墙角砌直溜点，别给我省料。美兰，你看，这以后就是咱们的东屋，我想弄个落地大玻璃窗。二弟，你要是找媳妇儿，我管不着；但你要是想找茅房，出门左拐，那边的屎尿窝才是你家。大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那个美兰，别听他的，我大哥这人脑子有点轴，爱开玩笑。我们分家不分心，这房子虽然写的他名，但我结婚用，他还能不让？大哥，今天可是我大喜的日子，当着外人的面你就别跟我闹脾气了。回头我让妈给你做顿好的。刘大爷，刚才有人说这房子是他盖的，咱们这大肥肉片子是他请大家吃的。呸！赵老二，你要点脸不？这砖是山河一块一块拉回来的，这肉是山河进山打回来的，你连个砖缝都没填过，哪来的脸说是你的房？就是，你穿的人模狗样，来这儿装大尾巴狼，刚才还要指挥我们干活，你也配？这就是个骗子吧？为了相亲，连大哥的房子都敢抢？不是，美兰，你听我解释。赵山峰，既然这红砖房不是你的，那确实是误会。咱们去真正的赵家看看。我也来了老半天了，不去拜见一下大娘，显得我不懂礼数。这美兰，老宅路不好走，而且我妈她，要不咱直接去公社，去供销社转转，我请你吃罐头。怎么，还没过门就不让见婆婆？还是说你那老宅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连我都不能看？就是啊，山峰，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，何况咱美兰这么俊，你推三阻四的干啥？走走走，婶子还没去过你家老宅呢。拼了！只要提前几步，让妈赶紧收拾下，把老三的废物藏起来，再打开窗户散散味儿，没准能圆过去。刘大爷，别着急砌墙了，大家伙都歇口气儿，喝口水。那边的动静大，咱们安静点，听个响。美兰，我先进去，你等下。哎呦妈，疼死我了！二哥那头咋样了？怎么还没把那傻娘们骗回来？急啥？你二哥是文化人，这会儿肯定用那大瓦房忽悠那个刘美兰呢。只要把那个支书家的傻闺女骗进门，咱们就有钱了。老三，你忍忍，等你二哥把事儿办成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那怕他是支书的闺女也得认命。到时候让他大着肚子进门，嫁妆全是咱们的。哼，城里来的大小姐又咋样？进了咱老赵家的门，就得听我的规矩。到时候让他给你端屎端脚，让他去伺候庄稼地，把咱们在老大那受的气都撒在他身上。妈说的对。哎呦妈，我不行了，我要拉稀，刚才那药劲儿太大了，快拿盆儿。拉就知道拉，你是直肠子啊？赶紧拉完就在这放着，等你那个新嫂子过门，让她来倒，我看她那个娇气样能装到什么时候。生米煮成熟饭，端屎端尿。谁呀？谁在外面吐了？儿子，这是刘美兰，咱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赵山峰，这就是你说的真心，这就是你说的让我享福。美兰，
我是爱你的，这都是误会，是我妈老糊涂了。我呸！去你妈的真心，去你妈的生米煮成熟饭！你们这一家子从根上就烂透了，连阴沟里的老鼠都不如。想让我伺候你们拉屎，想让我当生孩子的机器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赵山峰，你给我等着！敢算计我，回去我就让我爸查查你干了多少缺德事儿！我要让你在红星宫村身败名裂！一家子骗子，绝户头，还要算计人家姑娘，以后谁敢给你们家说亲，我王字倒过来写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那丫头骗子走了就走了，咱们再找。找你妈个头！哎呦，你干啥呀？都怪你这个蠢老娘们儿！谁让你大嗓门，谁让你说那些话？我都把人骗到门口了，就差一步啊！全让你这张嘴给毁了！我咋知道他在外面呀？我这不是在给老三换药吗？老三，对，还有那个废物，拉，让你拉，你早不拉晚不拉，偏偏这时候拉，你是诚心想害死我！二哥别打了，疼死我了！妈救命啊！二哥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，我的前途毁了，我还管你疼不疼？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我就是疯了！山峰啊，你这是作孽呀！这能怪我们吗？这都是命啊！去你妈的命！上梁喽，大吉大利！赵老板，这红砖瓦屋真气派，咱们村头一份啊！哎呀，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啊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赵山河，如果不是你分家，如果盖房子显摆，如果不是你把刘美兰引过来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一步？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！别嚎了！哭有什么用？哭能把房子哭回来，能把工作保住。那咋办啊？刘美兰要是真让他爸查你，查我，在那之前，我要先让赵山河死无葬身之地。妈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老大哪来的钱盖砖法王吗？几千块的红砖、木料、水泥，还有顿顿大米肉，这是一个农民拿得出来的？不是打猎换的吗？打猎？哼，几只狍子能换几个钱？这可是好几百块的大工程。他这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，他这是投机倒把，甚至他可能在山上挖了国家的墓，偷了集体的矿。既然我不痛快，他也别想活。我要写举报信，我要去县里。这么大一笔钱说不清楚，他不吃枪子儿也得把牢底坐穿。人进去了，房子没收了，作为亲属，咱们是不是就能？对，告他！这个白眼狼肯定干坏事了，不然哪来的钱？只要把他抓起来，咱们就能住大瓦房了。写，二哥，往死里写！弄死他，把他的房子、他的肉都抢过来！老张，开门！公社种地，闲人免进，要饭去别处要。老张头，你瞎了！我是赵山峰，我要见书记，赶紧开门！赵山峰，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？刘书记把你当半个儿子看待，亲闺女都介绍给你，这是多大的脸面？公社多少小伙子都没这机会，你倒好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，相个亲能吓得人姑娘哭一宿。我是因为……别解释了，我先不解释，我有重大情况汇报。哎，书记，我是赵山峰，我要举报我亲哥赵山河投机倒把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。我为了维护集体利益，我大义灭亲。书记，求求你看看这封信。大义灭亲，书记是真的，我哥那房子盖的蹊跷，好几百块钱啊！他一个农民哪来的？肯定是干了违法勾的。赵山峰，我本以为你虽然有点小毛病，但好歹是个读书人，可以培养，所以才把美兰介绍给你，想拉你一把。可你呢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为了保住自己，连亲哥都能咬。像你这种连人味都没有的东西，不配跟我说话。张大爷，以后大门看紧点，别什么脏东西都往里放。书记，你听我解释。1块、1块2、1块5。当家的，虽说兜里就剩3块多钱了，但心里咋就这么踏实呢？
以前在老宅，手里就算攥着10块钱，听着窗户纸呼哒呼哒响，心里都发毛。现在好了，风刮不透，雪打不着。哎，咋了？别看，怪磕碜的。刚洗完衣服，还没擦油呢。秀，咋就造成这样了呢？你嫁给我那会儿手多嫩啊，这才几年，硬生生让你熬成了这样。啥样？过日子嘛，谁家媳妇儿手不糙？这算啥受苦啊？你看咱现在住瓦房，守着热炕头，不用受气，这不就是好日子？别哭了，咱好好干，把妞妞养大。等以后咱闺女出息了，成家了，你不是总说要带我去北京吗？我想去看看天安门。这辈子要是能去一趟，这手就算再粗点，我也乐意。去，肯定去。到时候咱坐火车卧铺去，还要去照相馆，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照相。紫貂皮啊，当初我在雪窝子里爬了4天打到的，是给赵小玉上大学的钱，这辈子不需要给他。老孙，你这酒量见长啊！这怪老头平时谁都不搭理，谁能摸到这儿来跟他喝酒？进来，门没锁。山河来了，快上炕！今儿家里来硬客了。哟，你就是出那猞里皮的赵山河，好枪法，有机会一起打猎。我去，茉莉藏针，紫气东来，这是极品紫貂皮呀！我头大，叫你声山河，这东西是不错，但你也知道，这玩意儿太贵重，不好出手，最多500，还是看在老孙的面子上。500，你收兔子皮呢？你这就开玩笑了。这东西要是卖外边去，像莫斯科那些喜欢收藏的将军夫人，拿了换一张邋遢汽车批条，或者搞定一车皮钢材指标，应该绰绰有余吧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两世为人，我要是不知道才见鬼。国华，你跟我打交道也有2、3年了吧？这几年我给你的货出过岔子没？没，你最讲信誉。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，马豹子皮是他打的，紫貂是他打的。我老了，深山老林以后我是进不去了，但只要这小子在，林子里的好东西就断不了。以后在这片地界上收获，他就是这个，信他就是信我。看来他是这宝库的新任守门人了。这辈子必须要给老爷子养老送终。既然老孙头都这么说了，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刚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侮辱这宝贝。误会解开就好。这皮子我诚心要，你也是行家，你开个价。我想换3样东西：一张蝴蝶牌缝纫机的票，一张凤凰牌自行车的票，一张半导体收音机的票，外加300块钱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我不是什么大倒事儿，我就是个想让老婆孩子过个肥年的庄稼汉。你赚大钱，我过小日子，这叫各取所需。好，痛快。这是500，剩下的不用找了，算我请你喝酒。这也是老孙的酒钱。孙大爷，大恩不言谢。嗨，这算啥？等我置办否年货，我和秀儿带着好酒好菜来陪您过年。滚！娘，下雪啦！妞妞乖，我们回屋里待着，爹爹马上就回来了。老嫂子，你家老二人呢？隔壁村二嘎办事回来可说了，你家老二在公社像狗一样被轰出来了。老二跟疯了一样，说这边告不了赵山河，要往上告，可不能让这群长舌破说闲话。放他娘的狗臭屁！二嘎子那红眼病，
他懂个溜。我家老二那是被上面的大领导看中，去省城办大事了。昨儿个刚托人给我带信儿，说是为了给公家办事儿，忙得回不来。哪像那个丧良心的赵山河，分了家不认亲娘，活该他倒霉。人家不是盖了大瓦房吗？看着多气派！气派个屁，那就是个空壳子。我都打听了，他为了那破房子，把兜里钱花得一分不剩，连那玻璃都是赊账装的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昨个我路过，听见林秀那小贱人在屋里哭呢，说家里没米没面，连过年饺子皮都买不起。我就说吧，年轻人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非要充胖子。这下好了，现眼了，等着吧。等到30晚上，他们连火都生不起的时候，还得来求我。到时候我连一口泔水都不给他喝。上回书说到三峡武艺下江，谁呀？这大冷天的放戏匣子？我的娘哎，那是凤凰牌，全新的，这得多少钱？蝴蝶牌缝纫机，那可是全村大姑娘小媳妇做梦都不敢想的嫁妆之王啊！还有2袋子富强粉，1扇猪肉，这肉怕是有40-50斤。这就是你说的连饺子皮都买不起。我看人家这1扇肉比你家老二那个大活人都沉。这就叫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3块2毛5，缸里有米有肉，饿是饿不着。给妞妞扯衣服的布还没买全，线也不够了，过2天还要回娘家。手里这3块钱，连2瓶罐头都买不下来。要是空着手回去，我爹怕是能把我的脊梁骨戳断。妈妈，铁蛋说他爹给他买鞭炮了，咱们家啥时候放鞭炮啊？我也想听相。等你爹回来的。秀儿，别在屋里闷着了，开门接货。这当家的擦着红红干啥？当家的那是缝纫机，你的。干啥？快腾地儿！今儿要把这屋塞满。山河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咱们这日子不过了。傻媳妇儿，这就叫日子。这是剩下的钱，你收着，想买啥买啥。以后咱家不差钱儿。行，听你的，咱们好好过年。当家的，这动静，怕是那边闻着味儿来了吧？没事儿，你们先吃。这是看咱们过得好了，心里痒痒。我去打发他们滚蛋。哟，这不是女婿吗？咋的？发了洋财，连老丈人都不认了？这大过年的也不知道去接我们老两口来享享福？有意思，赵家人来那是抢，这林家人来就是吸了。就是姐夫，我都闻着了，炖的大肉吧，快让我们进屋，我都快冻死了。听村里人说，你拉了一车东西回来，还有缝纫机，正好，你弟弟年后要办事儿，女方就要这玩意儿，进屋说。姐夫，你干啥？让我进屋啊！把脚上的血剁干净，刚铺的新炕，就是擦了一下午，别给踩脏了。你。前世秀儿病重被赶出家门，只有这个懦弱了一辈子的老太太偷偷跑出来，塞给我10个煮鸡蛋和5块钱，那可是她攒了1年的私房钱，这恩我记得。娘，这么冷的天您咋走着来了？快进屋，屋里热乎，别冻坏了腿。这孙子说林强不是打我脸吗？爹，你也多多，新房子讲究多。饿死我了，饿死我了！来来，秀儿，这是娘攒的20个鸡蛋，还有给妞妞纳的一双新鞋底。娘没本事，没钱给你们买啥好东西。娘，你留着吃啊，拿着。我的妈呀，太香了！我都半年没吃过大肉片子了。
爹，先吃饭，有啥事儿吃饱了再说。山河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这回是真发了点小财。这缝纫机我看成色不错，是蝴蝶牌的吧？是，正好你弟弟强子年后初6就要相亲，女方说了，必须得有3转1响才肯见面，家里缺台缝纫机。这缝纫机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就拉走，先给强子的亲事定下来。反正你们都结婚好几年了，用不用这玩意儿都一样。对，姐夫，这缝纫机太新了，正好给我当聘礼。还有那收音机我看也不错，我也拿走得了，反正是我姐家，我不嫌弃。滚犊子！咋的？不行，我是你老丈人，要是没我，你能娶到秀？现在帮衬一下你小舅子，你还要跟我算账？娘，你多吃点肉，这肉炖得烂乎。山河，你刚才说要把缝纫机拉走，这缝纫机是我给秀儿买的，收音机是给妞妞听响的。那又怎样？我姐的就是我的，我是老林家的根儿。你的，强子，你要结婚要彩礼那是你的事儿，我把话撂这儿，这肉你们可以吃，管饱，但这屋里的东西，别说是缝纫机，就是一根针，你们也别想带走。你说啥？我说，肉管饱，东西不给。赵山河，你个兔崽子反了天了！我是你老丈人，没有我把秀儿嫁给你，你能有老婆？现在你有钱了，让你拉把手，帮帮你小舅子，你给我扯犊子！姐夫，别给脸不要脸，今儿这缝纫机我既然看见了，那就必须拉走。强子，求你了，这是你姐夫用命换的，是给妞妞做衣裳的。滚一边去，丧门星！哎呀，哎呦，疼！姐夫你松手，手要断了！别怕，我在。爹，强子，秀儿胆小，你们别吓着她。这屋里的东西是我拿命在身上换的，你们要是觉得自己比猪骨头硬，尽管再动一下试试。你行，翅膀硬了，连亲爹都不认了。行，我们高攀不起，咱们走。死老婆子，还不走？等着人家拿刀送你。山河，我是不是不孝顺？我娘连一口热乎肉都没吃上，回去又要挨骂了。秀儿，别哭了，你也看见了，只要那爷俩在，咱们给娘啥东西都留不住，反而是害了她。你别急，等过完年咱们家安顿好了，我想办法把娘单独接过来，到时候没那爷俩在旁边祸害，那才叫真孝顺。当家的，这一大早院门口咋老有人转悠？我看那个赵老三刚才假装路过，眼神阴森森的。别理他们，这是看着咱们吃肉，他们馋得慌，心里长草了。他赵山河是个什么东西？分家的时候连双筷子都没给他，这才几天，缝纫机、自行车全买回来了，那钱能是好道来的？我看呐，不是偷就是干了投机倒把的买卖，那可是要蹲大狱的。亲家母说的在理，我刚才见质保主任正跟公社打电话呢，神神秘秘的，没准就是在汇报这事儿，等着吧，好戏在后头呢。等他进了局子，那些东西还得充公。真的，这是要抓人啊！肯定是，这年头普通老百姓谁买得起3大件？我看这赵老大悬了。我的妈呀，真是汽车大麦帽，肯定是县里的大麦帽来了。赵老大这回完了，真的犯事儿了。老天有眼啊，报应来了，终于来抓这个丧门星了。待会儿我去催他一脸。当家的，车是不是真来抓咱们的？刚才娘在外面喊说投机倒把。别慌，不做亏心事儿，不怕鬼敲门。赵老弟，赵师傅，我的亲爷爷，救命啊！这不是国营饭店采购科的科长宋卫国吗？宋科长，这大过年的，您这是唱哪出啊？我还以为我犯了天条，县里派人来枪毙我。赵老弟，别开玩笑了，哥哥我真是急疯了，10万火急，刘大厨在后厨都要拿菜刀抹脖子了。今晚省里的外宾要来用餐，主菜是咱东北一绝飞龙汤，学徒把笼子里的飞龙弄死了。血放干毛拔了，鲜味全没了，上不了菜就是万事事故。刘大厨撤职，我也得滚蛋，国营饭店的招牌就砸了。飞龙，
这大冬天封山，野鸡都难抓，你去哪儿抓活的飞龙？所以才来找你呀。刘大厨原话：去青阳镇找赵山河，除了他，没人能办成这回事儿。赵老弟，这是定金，50斤全国粮票，10斤肉票，2张工业券。只要你肯救场，以后国营饭店收山货，你就是独家。秀儿，别做活了，把我的捕鸟网拿出来，让青龙、黑龙出来。咋还不出来呢？黑龙，你跟我走，抓飞龙你鼻子灵。赵老弟，这地方是人待的吗？连个活气儿都没有，咱们真能抓住活的？宋科长，把心放肚子里，山不救我，我就去山。这大兴安岭的宝贝都藏在没人敢去的地方。你在车里等着也行，但这车熄火没暖风，半小时就能把你冻成冰棍儿，到时候我还得扛你回去。别呀，我跟你去。为了刘大厨这顿饭，为了我的乌纱帽，我今儿豁出去了。去找骚气，要活的。我的妈呀，真有！赵老弟神了，快开枪打下来！枪响鸟散，而且打了枪眼，血流干了就不新鲜了。刘大厨没法做汤，那咋办？这么高，咱也没梯子啊！在猎人眼里，万物都是工具，风就是梯子。西北风，风力4级，正好。我操，这是变魔术吗？别愣着了，装袋。服了，我是真服了。赵老弟，就这一手绝活，你去省杂技团都能当台柱子。雕虫小技，混口饭吃。咋了？还有东西？还有个宝贝，正好凑一桌龙凤呈祥。癞蛤蟆。宋科长，这也就是你不识货，这叫林蛙，本地叫哈什毛，看见没？这里面全是油，这叫雪蛙油。在那些南方大老板，尤其是省里来的贵客眼里，这就是软黄金。这玩意儿大补，驻颜养生。你刚才不是说今晚省里来了重要外宾吗？光有飞龙汤那是野味儿是鲜，但要是再上一段清炖雪蛙油，那是补是贵。你想想，这档次是不是一下子就上去了？装，快装，一只都别落下！有了这玩意儿，别说救场了，刘大厨都得给我磕一个。刘大厨，别磨蹭了，那个金老板发火了。刚才上的小鸡炖蘑菇，金老板吃一口就摔了筷子，鸡肉柴的像木头渣子，说咱们是在喂猪。主菜再拿不出像样野味儿，山货生意就不谈了。他明天就坐火车回广州。啥？摔筷子了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老刘啊，南蛮就是难伺候，别等那个猎户了，肯定是骗吃骗喝的。这会儿估计在雪窝子里冻僵了，赶紧炸只冻鸡，多放辣椒、花椒，盖腥味儿。就说是麻辣血鸡，先糊弄一关。完了，这回完了。钟响了，最后期限剩10分钟。行了，老刘，这道菜我做。谁说要拿冻鸡糊弄贵客？周兄弟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这是后厨种地，这种垃圾也能上桌？那个金老板要是吃了这玩意儿，咱们县的脸就让你丢尽了。这活的，全是活的飞龙，这成色，这精神头，
这是极品啊！哪怕大雪丰年前，我也没见过这么好的飞龙。刘师傅，这几只鸡血气正旺，现在下锅不放任何佐料，那汤都能掀掉眉毛。那个金老板不是嫌弃鸡肉柴吗？让他尝尝这个。对，太对了！快起锅烧水，我要亲自操刀。刘师傅，先别急，飞龙汤虽鲜，但还镇不住那个金老板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啥呀？一堆癞蛤蟆！姓赵的，你存心来恶心人是不？赶紧拿走，别坏了飞龙汤的味儿！闭嘴！马副处，你管这叫癞蛤蟆？那个金老板是香港来的吧？广东那边的人最讲究食补，在他们眼里，这玩意儿叫软黄金，是给皇上吃的贡品。他大老远跑来这穷乡僻壤，图的是啥？不就是图这点没被污染的地道野味吗？只要这道菜端上去，告诉他是刚从冰窟窿里刨出来的活血马，我敢保证，那个金老板不但不会走，还得给咱们竖大拇指。绝了，真的绝了！赵兄弟，你不仅懂打猎，你还懂人心啊！这一手，我刘长春服了。弟兄们，开始干活！宋科长，客套话就不说了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我不要什么表扬信，也不要什么锦旗，那些东西不能当饭吃。赵兄弟，那你想要什么？这堆东西，我要换50斤特级富强粉，10斤五花肉，2桶豆油，2罐麦乳精，再给我来几尺红色的的确良花布。我要给我媳妇儿做件新衣裳，还有大白兔奶糖，给我闺女拿2斤。给，加倍给！老王去库房把最好的面粉都给我搬出来，别抠抠搜搜的。赵兄弟要多少给多少，全记我账上。哎呀，姐夫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这肉可真肥，正好咱家过年没肉吃，我先扛回去，让你丈母娘给咱炖着吃。哎呦，赵山河，你敢打我？我是你小舅子，吃你块肉咋了？小舅子，林秀生孩子难产那天，我求你去卫生所跑个腿叫医生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家睡大觉，说外面冷不去。林秀坐月子没奶水，饿得晕倒，我去你家借2个鸡蛋，你是咋说的？你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跟你没关系。现在看见肉了，你想起来你是我小舅子了？这也太不要脸了！就是，平时不把闺女当人，现在看人家发达了来沾光。就是，以前那是以前，现在你发财了，孝敬孝敬老丈人是天经地义，哪有女婿吃肉让老丈人喝风的道理？林秀，你个死丫头躲在后面干啥？还不快让你男人把肉给我扛家里去！白养你这么大了，养个白眼狼！爹，这肉是山河拿命进山换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现在是老赵家的人，这东西咋分，当家的说了算。反了你了！我把话撂这儿，这肉、这面、这糖都是给我老婆孩子吃的，外人闻个味儿都别想。别拿什么孝道压我，你卖闺女收彩礼的时候，咱俩的情分就断了。以后少来我这摆谱，再敢对我媳妇儿动一根手指头，我把你腿打断。宋哥，帮忙搬屋里去，咱们今天晚上包饺子、炖大肉。好嘞。爹，我想吃肉。吃，就知道吃，回家喝那棒子面粥去。吃吧，撑死你们！这么多东西，看你们能狂到啥时候？等老三的腿好。开门，快开门！供销社稽查队检查，再不开门就把门砸了。当家的是孙主任，他平时最恨别人私下里买卖东西了，这是来抓典型的。别动，没事，有我呢。孙主任，这一大早的带兵上门是要搅土啊？少给我嬉皮笑脸！赵山河，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，私自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，你一个二流子不上工干活，哪来的钱买白面猪肉？肯定来路不正。都愣着干啥？给我搜！所有来源不明的物资一律没收充公，把这个投机倒把分子给我铐起来！是。滚开，别挡道！找死！青龙黑龙，谁敢动我老婆孩子，给我咬死他！赵山河，你敢放狗行凶，你这是暴力抗法！信不信我让派出所把你抓起来吃枪子儿？孙大拿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这些东西是国营饭店给我的报酬，是宋卫国科长亲自送来的。你想吃下这些，也不怕崩了牙。想抓我，去县里开条子再来。你小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！
住手！我看谁敢动赵兄弟！哎呀，是宋科长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这是例行检查。赵老弟，救命啊！这回是真出大事了。赵先生，我是金万福，昨天吃了您的雪巴，惊为天人。可我今天临接到香港的电话，家父突发中风，命悬一线，唯有铁背苍熊的熊胆做药引，才能吊住一口气。这是1万人民币，还有5000外汇券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帮我拿到熊王金胆，就是谁的。事成之后，我再送他一辆进口卡车，并且我会向县里申请，给他颁发特约贸易专家的证书。1万块，那是一个工人20年的工资啊！金老板，这活我们供销社接了。金老板，你别被这小子骗了，他就是个二流子，运气好抓了几只鸟而已。打熊还是铁背苍熊，那是要玩命的。我们供销社有专门的民兵狩猎队，有6杆快枪，还有经验丰富的老猎人。这10里8乡除了我们，没人能干成这事儿。孙大拿，你想死我不拦着。铁背苍熊是成了精的山神，皮糙肉厚，子弹都打不透。大雪封山，他饿得正疯。你带这么多人去，大呼小叫的，那是给他送点心。赵山河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，你就是想独吞这笔赏金，还成了金的山神。我赔就是个畜生，老子手里有枪，我不信他能扛得住子弹。金老板，时间不等人啊！您父亲的病可拖不得，这小子磨磨唧唧的，肯定是不敢去。您就把任务交给我，我现在就带人进山，明天就把熊胆给您送来。好，那就拜托孙主任了。赵先生，您既然懂行，也请您跟着一起去吧，哪怕做个向导也行啊。万一孙主任那边失手了，也多一份保障。只要拿到熊胆，钱我照给。行啊，让他跟着，也让他好好看看什么叫正规军打猎，别到时候吓尿了裤子，还得让我们背回来。赵山河，你就带着那2条狗给我们背干粮吧。行，我跟他们去。把水烧上，等我回来。烧水？吸熊胆用。妈的，这破地方咋这么冷？赵山河，你躲那么远干啥？吓破胆了？你要是害怕就吱声，现在跪下给我磕个头，我让你滚回去。就是，带狗有啥用？真遇到熊，还得看我们手里的家伙事儿。我不走了，前面的路你们自己探吧。怂包，兄弟们，咱们走。等打到了熊胆，连口汤都不给他喝。主任，快看，熊သား子找到了，都给我散开，把枪端起来。主任，咱们是不是先把赵山河叫过来？万一这熊太猛，叫个屁！叫他来分钱。这熊肯定在冬眠，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咱们6杆枪，1人1发子弹也把它打烂了。听我口令，开火，把它轰出来！出来了，打，快打！妈呀，刀枪不入，这是妖怪！救命啊！别吃我！赵爷爷救命啊！黑龙攻下坛，青龙摇后颈。哇，这畜生比想象中还要硬！不想死就滚远点，这畜生成精了！黑龙、青龙转圈耗他，别硬上！青龙住口！给老子死！哈哈哈，畜生还得是热武器好使。乖乖，这还是人吗？好狗，没死就行。走吧，回村。金老板还等着救命呢。你说了算。金老板，要不您进屋歇会儿，外面太冷了。不，我就在这儿等，等不到救命药，
我没脸回去见老父。听说了吗？孙大拿带民兵进山打熊去了，那是去送死。铁背苍祥是山神爷，赵老大也跟着去了，我看这回都得折在里面。回来了，有人回来了！哎呀！孙主任，妈呀，太可怕了！那是妖怪，是个妖怪啊！赵先生，怎么样？放心。幸不辱命，30年份铁背苍雄，金胆。金老板，别动！赵先生，您是金家的恩人，是大恩人呐！若无此胆，家父必死无疑。此恩此德，金万福没齿难忘。金老板，严重了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咱们是交易。对，交易还有承诺。来，赵先生，这是15000，之前说好的进口卡车，我回香港立刻安排，半个月内一定送到县里。钱和车是小事，金老板，另一件事呢？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！有了这个，我收山货卖山货就是奉旨办事，为国家创汇。孙主任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从今天起，我是特约专员，这靠山屯的山货买卖归我管。你那顶投机倒绑的帽子，还是留给自己戴吧。当家的，你这是写啥呢？秀儿，把大门打开。收购站，赵老大，你这是要开店？哎呀，快看那红头文件，上面有大红章的，是县里盖的章。特约采购员，我的妈呀，赵二哥现在是国家的人了，是干部了。乡亲们都看清楚了。以前大伙打点山货挖发酵，得去公社供销社看孙大买脸色，心情不好压价，心情好也给不多，还经常打白条。从今儿起，大伙不用受那个气儿了，我这儿正式开张收货。皮子、药材、野味、蘑菇、木耳、榛子，只要是山里的东西我全收，价格比供销社高1成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这不打白条，一手交货，一手给现钱。山河，你说真的？我家有2张去年的狐狸皮，供销社看成色不好，只给5块钱，你收不？收。刘三爷，你那是去年的陈皮子，只要没虫蛀，我按6块收。现在拿来，现在给钱。哎呀，我这就去拿。我有2斤干蘑菇，我要蓉蓉。哎呀，我要干蘑菇。走吧。哎，娘，咱真不去啊？这东西是赵山河3年前打的，能卖100多块呢。你去个屁！你是猪脑子啊！老大那个白眼狼恨咱们入股，咱俩要是去了，他指定不收，说不定还放狗咬咱们。那咋整？看到那赵二赖子没？把他叫过来，给他2块钱跑腿费，就说皮子是他打的，等钱到手了咱们再分。让让，都让让，我有大货。赵老板，我也来捧捧场。这可是个宝贝，你给长长眼。打开看看。我的天，火狐狸，这可是祥瑞啊！这成色绝了，供销社那张谱子跟这个比，简直是抹布。怎么样，赵老板？这可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在深山老林里蹲了3天3夜才打到的，100块，少1分我不卖。你打的？那当然，不是我打的还能是谁？我枪法准着呢。哦，枪法准。赵二赖子，你连把像样的火药枪都没有，平时连只野鸡都打不着，你能打着这成精的火胡子？而且，这皮子剥下来的手法是咱靠山屯老猎人特有的脱筒子法，切口在嘴唇里面。你会这个？我这是运气好，运气好。乡亲们，这皮子我认识，
这是3年前拉巴那天我在黑山顶上打的。为了保全皮毛，我隔着100米一枪打穿了他的左眼。当年我把皮子拿回家，还没来得及卖就被人偷了。赵二赖子，你胆儿肥了，偷东西偷到我家去了。偷东西可是要坐牢啊！就是，不是我偷的，是赵老太还有赵老三，是他们给我的。他们说这是你当年打的，被他们藏起来了。现在看你收皮子抬价高，他们不好意思出面，才雇我来卖的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找他们去啊！天哪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偷自己亲儿子的皮子，看儿子发财了，拿偷了儿子的皮子来骗儿子的钱，这还是人吗？娘，真是好算计啊！3年前，我想卖了这张皮子给秀儿买药，你死活说丢了，原来是在你箱底压了3年。你觉得我赵山河傻，还是觉得这老天爷不开眼？那没分家之前的东西就是公众的，我是你娘，我替你保管，怎么了？保管，行，既然替我保管，那现在物归原主。至于钱，这1分钱是给你们的保管费和跑腿费，拿着钱滚！再敢拿这东西来恶心我，别怪我不讲情面，直接送你们进派出所。该，这种吸血鬼就得这么治。二赖子，以后长点记性，再敢帮他们干这缺德事儿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猎枪不长眼。是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秀儿，这是当年欠你的，今天物归原主。真好看。我的亲娘哎，2辆吉普，头车不一样，这是多大的领导？那是县里的陈县长，前年开劳模会我见过，是咱们县的一把手。陈县长，这就是赵山河同志的家。陈县长，这冰天雪地的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进屋暖和暖和。好家伙，魏国跟我汇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夸大其词，现在一看，这简直是奇迹啊！赵山河同志，孙大拿同志不知深浅，进山猎熊，差点都折里面。你是救了他们的命，我要代表县委、市政府感谢你。而且，国家正缺这些山里资源换外汇，你这个收购站给咱县里争光了。领导过奖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把东西拿下来。至于这辆车是金先生答应你的，我怕你不方便取，就亲自给你送来了。以后收上来的山货，直接用这辆车拉到县里，油费县里报销。真的？鉴于靠山屯收购站的特殊贡献和地理位置，县里决定正式将这里升级为县级重点收购站。以后这10里8乡的山货都归你统一调配，我会派专人来挂牌。山河同志，担子重了，有没有信心？请领导放心，只要我赵山河在一天，这大兴安岭的宝贝就一定能换回真金白银，给国家创汇，带乡亲致富，绝不给县里丢脸。好，有志气。走进屋，我老早就闻到肉香了，锅里炖着肉呢吧？今天我也来蹭顿饭，尝尝咱们猎王的手艺。那是必须的。秀儿，快拿碗筷，把那瓶存了10年的百搭仓拿出来。孙大爷，我来给您拜年了。你咋不打声招呼就带孩子来了？咋的？找老伴了，怕看啊？混小子，听说你最近出息了，还成没忘了我？孙大爷，我能有今天，离不开您的栽培。如果您不嫌弃，我叫您一声干爹。我嫌弃的很。赵老4家的孩子，谁爱要谁要。爷爷，新年快乐！爷爷抱。行，我看你小子是来骗我压岁钱了。走进屋，爷爷给你们做饭吃。